近日前無線當家花旦朱晨麗突然喺社交平台發表長文，正式宣布同效力咗15年嘅母企結束賓主關係，並且預告自己將會轉戰樂壇。喺8月29號於廣州舉行個人首場音樂會，呢個消息一出，即刻震驚咗整個娛樂圈。究竟呢位昔日嘅4料港姐冠軍，點解會選擇喺事業高峰期轉型做歌手？背後又經歷咗幾多不為人知嘅辛酸同埋感情風波呢？今日我哋就同大家一齊拆解成件事嘅來龍去脈同真相。開始之前，記得先點讚、訂閱同埋撳埋小鈴鐺。事不宜遲，我哋馬上開始。講起朱晨麗，好多觀眾第一時間都會諗起佢係2011年的香港小姐冠軍。當年佢參選嗰陣，真係可以用大熱姿態嚟形容。佢唔單止樣貌標緻，而且仲帶有一種獨特嘅古典氣質，所以一出場就已經吸引咗無數觀眾同媒體嘅目光。最後佢喺決賽當晚一舉奪得最受歡迎大獎、歡樂大使獎、時尚目光大獎以及冠軍寶座，成為咗當屆嘅4料港姐冠軍，風頭真係一時無兩。不過大家可能未必知道，朱晨麗嘅演藝之路其實行得一點都唔容易。佢喺成名之前經歷咗非常多嘅考驗。朱晨麗喺江蘇蘇州出生，佢由細到大都對舞蹈有極高嘅天分。16歲嘅時候，佢就決定隻身嚟到香港發展。入讀香港演藝學院，主修芭蕾舞。當年一個10幾歲嘅女仔，孤身一人嚟到一個完全陌生嘅城市，語言又不通，生活習慣又完全唔同，可以想象到佢當時面對嘅壓力和孤獨感有幾咁大。畢業之後，佢憑藉紮實嘅舞蹈根底，成功獲得香港芭蕾舞團嘅賞識，成為咗一名專業嘅芭蕾舞演員。呢份工作雖然穩定，但係對於一個充滿夢想嘅年輕女仔嚟說，生活好似仲有好多可能性等待佢去發掘。於是朱晨麗喺2011年決定挑戰自己，報名參加咗香港小姐競選。雖然佢當時嘅外貌被媒體封為翻版陳法拉，但係呢個稱號並冇為佢帶嚟太多嘅便利，反而令佢承受咗更加多嘅審視。最令佢感到挫敗嘅係，因為佢當時嘅廣東話講得唔係咁好，喺參選期間經常遭到其他人嘅冷言冷語。朱晨麗後來喺訪問中透露，當時甚至有人直接喺佢面前奚落佢，話選香港小姐梗係要選一個識得講地道廣東話嘅人，點會選一個連廣東話都講唔好嘅人？面對呢啲無情嘅批評，朱晨麗當時覺得自己根本冇機會攞到冠軍，佢參選純粹係抱住學習同汲取經驗嘅心態。當宣布冠軍係佢嘅時候，佢自己都感到非常之震驚同埋感恩。呢件事亦令佢深信選美過程係公平嘅，完全冇所謂嘅黑幕存在。不過拿到冠軍只係挑戰嘅開始，簽約無線之後，佢首先要面對嘅最大難關，依然係佢嗰個唔太靈光嘅廣東話。為咗克服語言障礙，朱晨麗可以話係想盡咗一切辦法。當時佢因為廣東話講得唔好，平時喺公司都唔敢主動同人講嘢，自嘲好似患上咗自閉症一樣。為咗可以盡快融入香港嘅生活同工作，佢諗到了一個非常貼地嘅方法，就係每日去茶餐廳坐。佢會點一杯奶茶同一份多士，然後默默咁坐喺度，偷聽隔壁茶客嘅日常對話。透過觀察香港人日常交流嘅語氣、用詞同發音，佢一步一步咁去執自己嘅發音，慢慢學會咗最地道、最貼近普通市民生活嘅廣東話。不過命運好快就俾咗一個巨大嘅考驗佢。喺朱晨麗當選冠軍冇幾耐，重頭劇《名媛望族》準備開拍。原本預定由陳法拉飾演嘅重要角色，因為陳法拉受傷而臨時需要換人。監製喺無可奈何之下，決定啟用完全冇拍戲經驗嘅新人朱晨麗去接替呢個重任。對於一個連廣東話對白都讀唔順嘅新人嚟講，一嚟就要拍30幾集嘅長篇大劇，而且合作嘅全部都係好似劉松仁、陳玉蓮呢啲殿堂級嘅前輩，可想而知佢當時嘅壓力有幾咁巨大。喺拍攝《名媛望族》期間，朱晨麗每日都過住非人生活。佢為咗唔想影響拍攝進度，每日收工之後都唔敢瞓覺，用盡所有時間去死背廣東話對白。但係到咗真正拍攝嘅時候，佢依然因為發音問題同埋演技幼嫩，搞到對手好難接戲，現場亦鬧出咗不少笑話。劇集播出之後，網絡上出現咗鋪天蓋地嘅負評，網民紛紛批評佢演技生硬、發音唔準，甚至各大討論區都充斥着對佢嘅謾罵。特別係劇中期佢男主角嘅擁躉，對佢嘅批評更加係毫不留情。作為一個剛入行嘅新人，面對咁樣嘅輿論壓力和精神打擊，
朱晨麗當時嘅情緒幾乎瀕臨崩潰，佢唔敢同屋企人傾訴，因為驚屋企人聽完之後會擔心，甚至叫佢放棄演藝事業返蘇州，所以佢只能夠將所有嘅辛酸同委屈塞入心底，每日返到屋企就自己一個人躲喺房裏面大喊，用眼淚嚟宣洩壓力。幸好佢並冇被呢啲挫折打倒，反而激發起佢更加要做好嘅決心。經過幾年嘅默默耕耘同磨練，朱晨麗嘅努力終於慢慢得到回報。喺2017年，佢憑借劇集《超時空男神》裏面飾演野蠻女友方慧玲一角，演技獲得了觀眾同業界嘅一致好評。喺當年的萬千星輝頒獎典禮上，佢成功奪得了最佳女配角嘅獎項。呢個獎對佢嚟講，無疑係一個極大嘅肯定，證明佢終於用實力打破咗花瓶嘅花名。到咗2018年，朱晨麗喺劇集《特技人》中首次擔任女主角，因為佢擁有深厚嘅芭蕾舞底子，身手靈活。喺劇中，佢主動要求親自上陣，完成咗非常多高難度嘅危險特技動作，令到全劇組嘅工作人員都對佢刮目相看。之後佢喺多功能老婆中飾演大情大性嘅闊太馬思雷，以及喺大狀元裏面飾演堅毅不屈嘅夏小滿，呢啲角色都非常深入民心，令佢成功站穩咗一線花旦嘅位置，成為咗無線當紅嘅女演員之一。不過，自從2024年播完劇集《反黑英雄》之後，朱晨麗喺幕前嘅產量就開始大幅減少，網上亦開始流傳佢同公司合約出現問題嘅消息。直到今年7月30號，朱晨麗終於喺社交平台發表長文，正式向大家宣布離巢嘅消息。佢喺文章入面感性咁回顧咗自己喺電視城走過嘅15年時光，感謝公司多年嚟嘅栽培，令佢由一個懵懂嘅新人成長為一個可以獨立面對風浪嘅演員。喺呢篇離巢長文入面，朱晨麗特別點名感謝咗多位提攜過佢嘅伯樂。首先，佢感謝咗香港小姐監製何小慧，給予佢踏入演藝圈嘅入場券。接住佢感謝咗莊偉健監製，因為對方係第一個大膽啟用佢嘅人，喺佢毫無經驗嘅時候願意俾機會佢嘗試。佢亦多謝咗黃偉仁監製，交出咗佢演藝路上第一套淡正女一嘅作品，令佢確立咗自己作為演員嘅價值。佢仲特別提到總監製鍾燥佳，感謝對方喺拍攝期間不論指點，甚至願意為佢重拍鏡頭，只為呈現最完美嘅畫面。最令人動容嘅係，朱晨麗喺文章入面亦深深感激咗高層樂怡玲小姐。佢提到樂小姐甚至喺自己坐車嘅時候都唔忘記嘗試打電話幫佢推薦劇組，幫佢接工作。另外，佢亦特別緬懷咗剛剛離世嘅梁才婉監製。梁才婉退休前嘅最後一部作品《大狀元》就係由朱晨麗主演。朱大讚才叔對工作認真，待人溫厚，能參與對方的最後一章是極珍貴的緣分。朱晨麗喺文章嘅最後強調，呢次嘅離開並唔係道別，而係預告自己即將邁向人生演藝路嘅全新章節。好快大家就明白佢所指嘅新章節係咩，因為佢喺宣布離巢之後，迅速宣布自己將會轉戰樂壇，並且即將喺廣州展開一連串嘅個人音樂活動。佢嘅個人首場音樂會名為《神》，將會喺8月29號喺廣州正式舉行。對於一個當了15年演員嘅人嚟講，突然轉型做歌手，絕對係一個非常巨大嘅挑戰。朱晨麗透露，呢次轉型不僅僅是實力上嘅考驗，更係心理上嘅重大突破。為了可以喺舞台上呈現最完美嘅一面給觀眾，朱晨麗喺宣布音樂會之後，已經推掉了大部分嘅手頭工作。佢將自己完全封閉起來，全身心投入到歌唱訓練、體能鍛煉同埋排舞之中，希望可以用實力話俾大家聽。朱晨麗唔單止識得演戲，仲可以喺舞台上發光發亮。根據主辦方透露，呢次陳音樂會喺曲目同埋舞台編排上都花盡了心思。為了解決觀眾嘅新鮮感，朱晨麗精選了多首大眾耳熟能詳嘅經典金曲，並且會將呢啲歌曲進行重新改編演繹。朱晨麗自己亦笑稱，非常期待到時音樂會現場可以變成一個大型嘅萬人合唱現場。除了演繹深情嘅慢歌之外，朱晨麗仲會充分利用自己多年嘅舞蹈功底，喺音樂會中加入高難度嘅唱跳環節，
挑戰自己嘅體力同舞台控制力極限。為了替音樂會做好宣傳同埋造勢，朱晨麗喺8月8號已經喺廣州率先舉辦了首場線下見面會。喺見面會上，朱晨麗與久違嘅歌迷進行了近距離嘅接觸。現場除咗有唱歌環節之外，仲設計了多個趣味互動遊戲。朱晨麗坦言，入行呢麼多年，其實一直都冇機會舉辦呢種形式嘅歌迷見面會，能夠與一直支持自己嘅粉絲進行近距離交流，聽一聽大家嘅心聲，佢自己都感到非常之激動同埋期待。除了事業上嘅大轉變之外，朱晨麗嘅感情世界亦一直係大眾關注嘅焦點。過去佢同合作過嘅男藝人何廣沛傳出緋聞，兩人的熒幕情侶形象非常入屋，甚至一度被外界視為金童玉女。不過呢段緋聞最後無疾而終。近年朱晨麗更被媒體爆出疑似與一名富二代秘戀。網上甚至多次傳出兩人好事將近，準備閃婚退隱嘅傳聞。呢次佢高調宣布離巢並且轉戰音樂界，亦有唔少網民猜測佢係咪想喺結婚之前圓了自己一直以來嘅音樂夢想，又或者係想透過換個跑道為人生展開新嘅一頁。無論如何，朱晨麗呢15年來喺電視城嘅努力係大家有目共睹嘅。由一個連廣東話都講唔好嘅江蘇女仔，一步一步憑着拼勁同汗水，成為了金像獎級別劇集嘅女主角，再到今日有勇氣跳出舒適圈，重新出發去挑戰一個全新嘅領域。呢種不輕言放棄、敢於挑戰自我嘅精神，確實值得大家為佢送上掌聲與支持。我們亦非常期待喺接下來嘅日子裏，能夠看到一個更加多元化喺音樂舞台上散發住自信光芒嘅朱晨麗。從一個連廣東話都唔識聽、唔識講嘅外地女仔，到可以喺電視台咁多套重頭劇入面擔當大旗，朱晨麗背後付出嘅代價，絕對比一般本地土生土長嘅演員多出幾倍。當初佢隻身由蘇州嚟到香港，面對住一個完全陌生嘅語言環境，喺演藝學院讀書嗰陣就已經因為發音同溝通問題，經常同身邊嘅同學產生隔閡。到咗去選員港姐，一入行就俾公司推上火線，接替陳法拉去演名媛望族嗰個咁重氣氛嘅角色。呢個決定雖然表面上睇落係一個極大嘅機遇，但實際上係將佢推向咗輿論嘅風口浪尖。當時佢連日常溝通都有困難，更何況要喺鏡頭面前用帶有濃厚鄉音嘅廣東話去演繹一個30年代上海落難大家閨秀嘅複雜情感。面對住排山倒海嘅批評，佢當時喺片場其實過得非常之孤立無援，因為身邊嘅前輩演員個個都好專業，節奏好快，佢根本跟唔上，又唔敢主動去同人請教，每日收工就只可以自己匿埋喺房入面，一邊喊一邊用最原始嘅方法將劇本上面嘅字逐個用拼音標注出嚟。死記硬背，呢種長期處於極度焦慮同精神緊繃嘅狀態，雖然幫佢捱過咗最難行嘅第一步，但亦令佢喺之後好長一段時間入面都對自己嘅演出極之缺乏自信。即使後來憑住超時空男神嘅喜劇角色攞到最佳女配角，佢喺台上發表感言嗰陣，依然顯得小心翼翼，甚至有種如履薄冰嘅感覺。後來去到拍特技人，佢要親自上陣做埋啲極度危險嘅跳樓、飛車動作，背後其實係帶有一種近乎自虐式嘅拼勁，好想透過呢啲身體上嘅痛楚同汗水去證明自己唔係一個只懂得以翻版陳法拉名義生存嘅花瓶。正正係因為呢種多年嚟累積落嚟嘅不安全感同埋對演藝事業嘅執着，令到佢喺事業行到去2024年反黑英雄播完，面臨合約到期嘅十字路口嗰陣，做出咗一個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嘅決定。佢選擇唔再同合作咗15年嘅電視台續約，而係將自己嘅事業重心完全轉移。呢個決定對佢嚟講，唔單止係一場工作環境上嘅轉變，更係一次徹底告別過去嗰個備受保護，卻同時被合約機制死死框住嘅電視花旦身份，去重新尋找一個真正屬於佢自己，可以由佢個人去掌控同定義嘅全新舞台。多謝大家，今集嘅分析就去到呢度。唔知大家對於呢宗朱晨麗宣布離開無線並轉戰樂壇、舉辦個人音樂會嘅新聞，又有啲咩睇法呢？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意見。我哋下次再見。